每逢30月期間，位於仁德之心滯洪池畔400多株花旗木等粉紅色花海蔓延數百公尺，總是吸引許多民眾來散步賞花。不過近年來受風災、旱災影響，其實減損不少，花況也不如往年。所以台南市仁德區公所為了重現花海美景，特別選在3月12號植樹節當天，邀請許多明代貴賓共同來植樹見證。一鏟土，播下希望；二鏟土，綠意成長。年的一個丹納斯颱風，我們發現這邊種植的一些樹木有逐漸減少的跡象植樹的活動呢希望可以透過大家種植樹木可以讓我們的這個清水的空間恢復綠意大家一起打造一個永續的一個環境。好，我們等一下把它種下去它就會長大。對。好，我們吳宇環議員的秘書還有我們嘉興的秘書。現場議員也和仁德幼兒園所有小朋友一起合作，將樹苗一一埋入土壤，種樹過程充滿歡樂和溫馨的氣氛。植樹節活動不只是關心土地、推廣環境教育，也成為世代交流和情感連結珍貴的時刻。中州公墓的邊仔遐嘛是有一片樹啦吼，我會記得我做鄉民代表的時陣，83年嘛有佇遐種過一丛，即擺已經攏足懸啦吼。甲佇咱後山這邊啦，今仔日吼，因為咱的這個滯洪處吼嘛已經開發真久啦吼，所以講今仔日會當選擇佇遮這個種這個樹意義非常好啦。區公所表示，今年植樹節活動不只有現場種樹，公所還會提供桂花、扶桑花等樹苗，讓民眾免費索取，共同為地球減碳盡一份心力。記者郭恩吉台南報道。